你哋知唔知道喺歐洲嘅民間傳說當中，葡萄酒係用嚟對抗吸血鬼嘅重要工具？今日拆解下呢一個神秘故事嘅起源。喺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嘅歐洲農村，紅酒代表基督嘅聖血，有強烈嘅宗教意味，而吸血鬼亦被視為反基督嘅存在。佢哋透過吸人血嚟獲取虛假嘅永生。而紅酒嘅象徵能夠帶嚟真正嘅救贖靈魂之血。歐洲嘅民間相信用象徵聖潔嘅血灌溉墳墓，可以抵消吸血鬼對生者之血嘅渴望，從而令到佢哋安分咁樣守喺墓穴當中。根據18到19世紀喺塞爾維亞、羅馬尼亞等地嘅記載，呢個通常我哋叫做防禦性嘅葬禮嘅一部分。當村莊發生瘟疫或者離奇死亡嘅時候，村民會挖開可疑嘅墳墓。如果屍體顯得異常紅潤或者未腐爛，就會認定屍體將會變成吸血鬼。喺重新落葬或者徹底消滅吸血鬼之前，牧師同埋村民會將大量嘅紅酒淋喺屍體上面。喺某啲地區落葬之後嘅第一個禮拜六，家屬會翻去墓地再次灑酒，確保死者嘅靈魂唔會被惡靈佔據。紅酒令土壤變得神聖，令到受詛咒嘅屍體無法穿越泥土翻嚟地表。喺某啲地方，例如塞爾維亞或者巴爾幹半島，呢一種灑酒傳統最盛行嘅地方，佢哋認為吸血鬼如果飲到象徵聖血嘅酒，力量就會被封印。喺歐洲相隔冇幾遠嘅希臘，人民都會用葡萄酒混合油嚟塗抹屍體。呢個係結合咗古希臘祭祀嘅傳統同埋東正教嘅受洗概念，但係我哋喺現今嘅荷里活作品，例如《暮光之城》或者《吸血鬼》入邊，我哋經常見到嘅係大蒜、十字架同埋木樁，好少見到人哋灑紅酒。我諗呢個關乎到戲劇張力不足嘅問題。如果我用十字架插入吸血鬼嘅心臟，相對起我用一支波爾多紅酒淋落去隻吸血鬼嗰度，視覺衝擊差太遠啦。有啲人可能會問，咁殭屍呢？呢一方面可能要請教翻我哋嘅殭屍先生。唔知呢一種同紅酒有關嘅古老傳說又啱唔啱大家口味呢？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。下次見，拜拜。